火车天天嘅事業插頭，當兩個黑埋上睇你行到，也係當到台灣人共通嘅每季節。以下的容動短改停車時間下車賣便當，59全台灣有名嘅吃種便當，走下賣強強嘞。平日的話好像有800-900個耶，然後對，然後假日的話就很難講，對。上千的。一定的啊，一定有。日據時代光復初期那時候開始，那時候因為花蓮到台東哦，坐火車要很久時間哦，幾乎要1天呢。那到池上剛好在是一個中間點，哦，然後火車以前是燃煤嘛，也要加煤炭啊，加水啊，哦，火車要休息，啊，人也肚子餓了，哦，就在池上就會有個休息比較長的時間。他在月台上面叫賣，就是哦 ，bendo bendo bendo 哦，這樣叫賣。那以前的火車都有窗戶嘛，哦，一打開就可以買，非常方便。吃種便當最近有60-70年嘅歷史，不過提日推介吃種便當，是係一張用注入簡單爆冷嘅三角形盤湯。以前大波石哦，生產很多的魚蝦。他用那個小魚小蝦啊，炸成甜不辣，好當做配菜。哦，那個在以前那個年代是真的是人間美味。把玫瑰榕樹片便當過後，隨色見落見澎湃，提燒度就是香菜。不過味道會下好保鮮，不用下椒，落保持口感，太甜唔會通通水水。就係醬豬肉、泡肉、熱湯、暗瓜嘅落撈兩日掉。第七場就是6-7點出中意來賣便當嘞，就介會帶到火車紅起時，被就打造我去天橋做世界更中意，係個難得都推中兩個人客，客啊天出不去賣。是很有名，然後坐火車經過的時候都有人在賣，所以就想說來試試看。全省都有掛池上便當的牌子啊，那這裡當然絕對是最 original 道地的池上便當，所以我們就跑過來這邊吃吃看了。有來過池上嗎？頭一次來，就是對，這是他們介紹的，我比較不太清楚，然後我們來的時候，他們就說一定要在池上待一下，因為聽說池上的米很香，然後池上的便當也是很有名。以下大概談到名上來，便當係食到就來就去。不過係講專機門道，吃種米就買嘅冇用嘅素材，大部分嘅人可能都留幾條口肉。會分辨那個池上米跟其他的米吃起來？不會，對啊。事實上我們是不是很清楚？那但是台灣的米幾乎都有一個水準以上的，所以我們剛才在考慮說，在討論說池上米到底最特別的地方在哪裡？你們可以告訴我嗎？除係認為吃種兩種是名上當量，近年前喺台灣乜奶都看得到吃種米，不過奶就按到嘅吃種米咯。四浦當到嘅磨坊嘅芒草啦，但是佢種寫吃種米，但是吃種米哦，講出的吃種飲食就冇啦。民國91年的時候呢，那時候仿冒的情形很嚴重，然後還有第二個就是 WTO 要進來。包括外國人都質疑，到大賣場去看，你們為什麼那麼多的池上米？到處每一包幾乎都是池上米，所以可見那時候仿冒的情形非常嚴重。那我們也很擔心，像西螺米在20-30年前，也就是因為仿冒的關係，所以全部都垮掉了。所以我們很擔心池上米也是步入這個後塵。昨日用民間社團去探研究協進會開始推動吃種米認證，負責監督老認證工作，上係指定標價普通農民也掉，當每將轉本向工作來接。91年在智慧財產局申請到的第一個，就是在一個產地認證地理標章，而地理標章它本身它必須要地名池上，只有公部門鄉公所可以去申請，所以我們在91年申請，94年開始上路。而宣傳到兩種認證，還會經過眾多關卡，
除了3天天朝的气象向，农民们爱下天经在配管理纪录谱，未出系生产力的。嗰個2020年，海通地向公司排煙檢驗農作產料，合一嘅贊助得改起來送到工廠。但係還會通過透過用重量，是目前達到品質標準。這個2/5的板塊上面是我們公所所在整個一個規範裡面所規範的，在我們的下面跟後面的部分是由業者自己去如何的它的整個一個規劃，如何的設計，我們是雙重的認證。如果今天這個袋子裝了米之後出去，它還是仿冒，因為它缺乏這邊所貼的服貼標籤。推動新制圖難免受到爭議，跳下馬當農民未係下保留，冇太難做。那時候農民的態度反應是怎麼樣？當然，農民的態度他們沒有辦法看那麼遠，他們也不是那麼配合啦。所以我們又想到另外一個誘因，就是讓他們能夠配合的誘因，就是我們把收購的價錢抬高。我們 WTO 以後，大部分農產品都是降價，只有我們池上米 WTO 以後，它就開始上升。而且我們統計，從94年推認證，正式推認證到現在，我們股價已經調整了7次。那今年平均的股價可以到1630塊。那一般隔壁鄰近的鄉鎮可能就是1400、1300、1400。那屏東西部那更是差異更大。我哋未拓抗議過，特街落嗰啲特改很快啊！就講一開始我哋梁會長都係推廣嚟到問題㗎嚇，我哋唔係一知半解嘅，冇大因話定因為當多問題會產生啊！我哋農民會感覺當翻啊！結果知道嚟到問題，當然自己解決嗬。後面農民主要利一天來要嘛，結果國家見到見現狀，聽下講1100 K 起落嚟一天平均來講一天600、700啊咧，先漲米價來講先漲100斤來講，呢個先漲50%到54%。平均一甲皮安尼啊吼，你若講加也100斤啊，加300元啊，1萬斤啊吼。就加2、3萬元安尼啊。推動研究以來，農民數字提高，市面行貨嘅問題未減少。不過，唔係所有嘅農民都加入研究，容易嫌手續麻煩，容易遲到冇必要。不過，未認為池上米兩隻 logo 嘅就變好啲，帶出嚟很多嘅自主品牌。當時我們在沒有認證的時候，幾乎沒有農民自產自銷，他沒有自產自銷。但是認證以後，目前我們大概有30戶的農民在做自產自銷，因為你申請要一道手續，而且要向鄉公所繳費，那標章還要花錢去買，所以有的農民嫌麻煩啊。他的親朋好友認定說他的品質不錯，那他就不用經過鄉公所的背書。因為今日局呢，割起了較多米高時呢，後背後續嘅你認證你現場你票頭你弄真係兩雙嘅盤理，所以呢，農民呢對你嘅部分變到啥脫離體去咧，佢變到講，從來唔是看到票頭嘅認證票嘅沒有安尼去能認啦，所以講，其實你嘅制度若愛真正愛落實嘅時間呢，認當係愛本農民直接來等於講。去現場嘅票誒，因為農會來講吼，佢買100年的老店啦，農會對一般消費者心中來看吼，對伊個品牌，始終因為都愛聽我講誒，真多仿冒嘅東西嘛，它有池上米認證的部分出來啊咧。我說你用中意年買，你講消費者滿意嘅話，你們會成介紹那種嘅？當然是始終農會，因為我哋清楚對於小包裝嘅部分，我哋都清楚都行業嘅品牌營銷部分啦。因為清多東西吼，我哋要通路地背吼，你要一下通地過一半來講，嗰個時候有較困難，而家我哋買雙品牌的營銷。假係池上米少咧，不過市面上有名模式嘅池上片凍、池上盤包，實係多到講唔得。所以池上鄉公所有針對片凍業者推出嚟。是用認證池上米嘅全面標誌。
治苗扎第8年之内累计使用超过3000公斤嘅年均吃剩米，出租在老乡公所寻抢年均票据。今天你的量合乎我们的规范以外，我们是不定时的抽查，而且我们是直接进入到厨房，进入到仓库。只要你的厨房跟仓库你的备存量，让我们有看到一包不是真正使用池上米的认证的部分，我们就取消。超過3000公斤嘅部分，雖然當然保證強壯係吃剩米，不過到底注重全面，本正經嘅吃剩環保做得起到限額菜。因為時尚環保業者用真正時尚米再用做便當，它單價一定是比較高的，就是會有對我們業者會有一點，就是說，會比較不公平啦。所以我們真的用那麼好的一個真正的時尚米有認證的，成本係較高，不過到從呢啲咁樣來看到，那因它多了，對我來講，相對的我們的獲利就慢慢出現。兩下關山軍公所未成為好趨勢，推出兩下沒入這個面上嘅關山偏東年金。其實我們1年割2次稻子，可能2個月就全部吃掉了。那第3個月你吃得到真正的關山米嗎？我們應該從米先來做認證。如果這個步驟做完成以後，我們再做這個便當啦，或者是說環保的認證。吃剩米年金制度確實廣大的防疫問題，不過兩下推出嘅使用年金吃剩米嘅票據，知道的居民點麼使用嘅係年金吃剩米，對冇宣傳票據使用吃剩偏東、吃剩環保名額嘅點麼，還係冇法調好法，冇辦法切題。不過家庭愛用嘅居民方式，可能就得一鋪建立，下個食材，下個冇好議論空間嘅買賣，來保障生產專注吃剩米嘅農民，落偏東入閘。